啦，佢叫做咧注入去係我哋香港聯賽。係，我同意你講就喺今年嘅甲組籃球啦，好多以往喺啲強隊做替補嘅球員咧，去到新嘅球隊之後，可以成為咧一個叫做主力，咁甚至咧就個必然嘅替補嚟，對佢哋嚟講係好開心嘅。例如陳可儉本就係啦。好，咁啊嚟到咗第3節啊，雙方交換場區㗎啦。咁而打緊呢就係銀牌，咁啊勝方4強嘅淘汰賽嚟嘅，係雙淘汰。咁啊永倫用嘅咧就有湯馬士呢個波交失咗嘅。咁啊見到香港東方個陣容有啲變動喎，咁啊唔同上半場嗰5個正選，咁啊其中咧就係2號蘇利文啦，呢位得分手咧係喺下半場係以正選姿態上陣啦，上半場未落過場㗎呢個球員啊，2號位球員。咁啊，其餘4個就冇變啦，主要係換咗盧學明咧係冇出場，進攻犯規應該係嘛？哦，反而吹永倫喎呢個波。今年嘅蘇利文有個好大改變，唔知球迷有冇留意？就係佢個號碼。咁佢上季着嘅咧就係35號嘅，咁同埋佢上季嘅進攻模式咧就簡單啲，喺兩邊射3分波嘅，同埋做防守成日鏟下籃嘅啫。咁但今年佢轉咗個號碼，嗱着咗2號，打個控球後衞添，俾翻楊博文，掟翻出外邊，右邊有個楊和集中間，對方拍到㗎，冇2次運球為例。OK， 好波呢球波，湯馬士分過嚟，韓天賜1打4唔打啦，定翻住先。好，分翻過嚟少華，突破過就過晒㗎啦，轉左手上呢球波唔入，咁啊楊博文咧攞翻個防守籃板啦。同你講一樣，呢一局咧，除咗楊和留喺度之外咧，加埋基拔，你有3個啊，咁啊楊博文啦、蘇利文啦，加埋陳可儉，睇下佢嗰個化學作用係點樣。好，基拔位置就有㗎啦，逼開咗咧就係對方㗎啦，但係瞄籃嗰下咧爭啲咁多力。哇！湯馬士咁犀利嘅呢球波，哦好嘢喎！佢上季打進龍咧，佢好多時咧就個出手好少嘅，但其實佢有呢啲波嘅，即係兩個 crossover 你唔埋力就射你。好，咪一個 hand off 俾翻阿蘇利文，決定自己嚟啦。呢球波冇事喎，冇出界喎，成班永倫嘅隊都停咗喺度。好啦，蘇利文想突破。呢球吹走步。咁啊，剛才少華好聰明啊，俾一張無影凳咧，俾阿蘇利文坐啊。蘇利文鬆下進攻，挨身借力上，阿少華就向後褪，咁啊，結果個無影凳。咁啊，49-41啊，8分波。喂，頭先我哋交代過啦，就東方嘅陣容啦，咁都交代翻呢一步啦。嗱，黃明德着住紅色波係好型噶啦，咁啊少華啦，就湯馬士啦，韓天賜啦，咁啊加埋就喺中間，我哋話都身形好健碩嘅鄧志恒。哇！一睇落咧，永倫就都開始個陣容正選係好穩定啊，都係呢5個啊。咁但係我相信都要啲時間試啊！韓天賜飛得好靚，哎呀，其實可以自己射啦，中距離咁樣俾翻個炸彈俾梁少華，好在叫上到，不過唔入。好啦，基拔攞到，嗱攞到個籃板咧，但係冇辦法打到佢係反擊快攻啊！哇，鄧志恒都幾搏嗰啲嚇，以咁重磅嘅飛身去撈呢個波。係，好彩佢冇撲落個球證台度嘅。係。好啦，咁啊陳可儉開個邊線波，守個聯防喎，呢陣子個永倫啊，嗱早段守過一次嘅第一節，咁但係輸咗個3分波之後就好快轉翻啊！好啦，呢下咧就吹邊個咧？吹阿天賜，韓天賜隻手犯規。喺犯規方面咧，就韓天賜錄得3次啊，咁啊，其餘其實兩邊都冇乜話邊個受犯規困擾嘅啫。好啦，過底一個 overload 唔俾0度嘅陳可儉喎，蘇利文。好啦，楊和飄住射個2分波，仲要搏到個 M1。哇，楊和真係 fit 喎！
由開波第一個攻勢接應基拔個係 low pass 上咗籃之後，成個人嘅信心係爆晒㗎嚇。有時打波係咁喎，當你第一個進攻咧係好正嘅時候，成個人好興奮。好啦，咁楊和咧就係上罰球線嘅，罰球唔入。我做翻 under 先，陳凱喬防守。好啦，少華後轉身冇乜位啊，因為湯馬士入咗入去。好啦，湯馬士低位對住基拔面框。jab 咗兩下之後，中距離唔入。好咁啊，楊物攞呢個棒板啊，咁啊俾分呢係蘇利文嘅。蘇利文呢下帶個波都幾純熟啊，左手做一個 inside out 啊。好，楊和。哎呀，好嘢喎！咁樣咧，籃底阿楊博文就好 ready 去執到呢個波咧，就拱上去啊。咁啊，到而家阿楊博文咧係攞咗6分嘅。進攻犯規，應該吹啊鄧志恒咧就係一個單擋犯規啊。開始觸摸到兩隊嘅打法咧，都係冇一個正中鋒嘅打法啊。哇！呢邊咧就直接又係楊博文啦，喺對方嘅側邊咧護住攞咗個擦板波。咁啊冇啦，正中鋒就即係湯馬士都唔完全係啦嚇，佢打法係啦，絕對唔係添啦。不過我現今籃球就冇噶啦，冇正中鋒都冇所謂。你見東方而家個陣都係香港東方，其實嚴格上基拔都唔係內線球員添，4號位都唔係佢，但佢都要打4號位。所以我哋要睇下就滿貫個威廉斯啦。一陣間大家望一望，到底佢打嘅係咩位置？咁當然我哋睇過啦嚇，咁但係保留少少秘密啦。好咁啊，49比51啊！咁呢個陣容香港東方咧係越追越近嘅。好，少華殺籃一個撈碌俾翻呢就黃永德有嘅，靚啊呢球波！咁啊黃永德都冷靜。好啦，高位楊和都好 fit 啊！啱啱先喺個罰球線度入咗個中距離。不過呢球波咧，佢又俾人撩走咗。哎呀，佢又偷得翻喎，入樽啊！楊博文等咗你機會好耐啦，因為佢頭先都講過，佢根本就彈弓人嚟嘅，爆發力好強嘅。其實真係冇乜邊個東亞，我哋亞洲或者香港啊，冇講亞洲先，可以係叫做 standing dunk， 即係企喺籃底就咁抽上去。交流上以前得唔得？以前助跑。唔助跑梗係唔得啦，都難啲啦。難助跑唔係做唔到啊，一定要助跑。唔係因為點解咁講？因為啱啱楊博文就係唔助跑，咁一攞到波就咁喺籃底入樽。呢件事即係對於亞洲人嘅身形咧，除非你7尺啦，即係咁講你話宋方咁梗係得啦，係咪？以前好耐歷史或者本身可能你香港卜咁樣卜越洋都6尺8啦，係咪？隻手又長啦，呢啲唔好計。但可能真係一個1.9啊，唔到2米，因為楊博文都唔到2米。對於亞洲人係唔容易嘅 standing dunk 啊，咁啊楊博文就好明顯啦，爆發力好強。同埋就上罰球線嘅楊博文呢，就第一場就喺啟德體育園打嗰場 U22嘅友誼賽。咁佢熱身嘅時候呢，整咗2個原地嘅入樽。當時大家已經覺得哇咁勁嘅。咁當然佢更加可以再做多少少唔同嘅叫花式入樽多少少啦，咁樣花巧啲啦。但係相信喺比賽就唔係咁多機會。不過啱啱你見到佢呢，一見到楊和偷波已經好 ready 做一個呢就係入樽動作啊，有準備嘅，你睇得到佢。咁啊好想展現俾大家睇佢呢一個優點啊！比分呢就55比53啊！咁而家見到呢，就永倫個分數同香港東方呢相差只係2分。好，用2個人呢平排就控波過，3個人保護個波呢過半場啊！用3個球員保護個波過半場。係，因為現場東方呢做一個算係一個全場嘅3-2啦，類似1-3-1嘅陣式啦，都不斷換嘅，見到佢。咁啊過到場呢球波亦都係俾少華咧係搞掂啊2分波。少華嗰個 step back 頭先嗰下咧個幅度好大，係其實唔容易發力㗎，因為佢練好多先練到。其實睇少華打波咧，嗰
個動作同啲打法有啲似 Luka， 哦，即係Luka 當時時啊，係啊，好似啊。係。而家睇下越嚟越似啊。可能佢就學佢嚇，嗰個唔清 step 楚啊， back 真係有機會問下佢。因為攬得好大，越嚟越似，射波姿勢都似。嗱咁啊，剛才少華啦就入咗嗰個嘅 step back 之後咧，就領先到57-53嘅。咁啊，睇下巴拿莫嘅教練呢，係同球證傾，睇下有冇啲咩結論啦。哦，一次警告，淨係聽到 warning 啊！呢個處理好嘅對話唔知。呢個處理係啱嘅，即係唔好即時俾 T foul，即係俾咗個 warning 先，即係大家都好落台嚇。但係大家有印象都知道，巴拿莫嘅教練其實曾經喺甲級賽場俾球證咧兩個氣犯趕咗出場㗎啦嚇。咁啊，對於巴拿莫嘅教練，其實佢都知道晒呢啲嘢㗎啦嚇，佢自己識要收就收，唔收就唔收。冇錯，你講得啱。佢知道同裁判香港裁判傾偈嘅時候，個尺度去到邊度。咁啊，睇波我哋有時除咗睇技術啦、球員嘅表現之外咧，都要望下球證同教練佢哋喺場上嗰個經驗。係。好啦，講緊喎，巴拿莫嘅教練。我真係唔係。頭先即係一時冇懷疑到，佢可能拗嗰個位係乜嘢？好啦，永倫呢有一個底線波嘅，周盈堅就喺度喺左翼嘅位置，許圈行你一個三分嘅遠射，咁啊籃板攞到，咁啊周盈堅第一時間俾翻邵華假動作，周盈堅對住基拔埋唔到嘅喎，嗱埋咗危險喎，你 fit 唔起佢啊！哎呀，陳曉峰呢下咧就爭少少上到，哎呀仲有機會喎，咁樣俾阿許圈行執翻。係許圈行呢個波咧，可以睇到佢係好 fit 添㗎。嗱，估計未中框咧，24秒進攻為例。睇下巴拿莫喂笑住啊，對阿袁俊業袁 Sir 啊，睇下咧就呢球唔中框之後咧，係邊個攞到控球權？嗱，如果東方已經成功穩陣攞到控球權，即係回咗標24秒啦嘅時候，先俾永倫偷翻個波咧，咁就呢個波入球有效嘅應該。嗱，首先陳曉峰呢度得翻2秒噶啦，嗱你唔吹犯規，哦冇控球權啦，照計應該24秒進攻為例啦。係球證咧就商量緊呢樣嘢嚇，到底呢個入球有冇效？嗱，要睇下球證點判。哦，係啦，冇錯啦，拍一拍個 shoulder， 即係拍一拍個膊頭，就代表是24秒進攻為例，所以咧入球無效啊！呢球係香港東方嘅邊線球。冇錯，咁啊都要解釋下啦。雖然剛才咧就阿基拔搶到個籃板，但佢未控制到啊，所以就唔算佢係有控球權嘅。咁變成咧嗰個進攻時間係繼續數落去，應該係咁樣嚇。係。咁啊，即係講開球證咧，就今日都講就係其實今季藍總咧就諗住喺透過銀牌咧就引入 IRS 嘅系統，即時回放嘅系統啦。咁啊希望可以配合到現今科技啦，喺 FIBA 國際賽嘅即係嘅要求啦嚇。因為香港其實喺近呢2-3年咧都舉辦過唔少嘅 FIBA 國際賽。咁當然主要係講緊亞洲杯外圍賽啦。我哋香港都有主場出擊對過唔同嘅地方啦，咁樣咁。當然 FIBA 嘅要求係肯定要希望可以場地 OK 啦 ，IRS 系統要有啦，配合翻咧電視直播等等唔同嘅要求。咁而藍總其實喺呢方面咧就積極已經係準備緊。咁以我所知，本身係想上個禮拜日去做試驗嘅試行嘅，咁但係最終都未得住，因為打風各樣嘢啦，影響咗個 schedule 啊各樣嘢。咁所以咧，今季 IRS 呢件事咧係點樣進行，都要再咧留意住，可能藍總嘅最新安排啦嚇。咁但係都係好事嚟啦。嚟緊如果我哋香港聯賽有呢個系統之後咧，配合直播咧，就希望可以同國際接軌。好啦，咁啊57-53，4分波距離。剛才咧就永倫喺防守咧，阿陳曉峰做咗一個好好嘅攔截嘅，咁令到咧永倫得到個控球權。許圈行霎攬，莫博到對方咧就犯規。
嗱，我再睇個慢動作啦。咁啊，對住楊和一殺落去咧，就搏到楊博文伸手出嚟攔截嘅時候咧，係犯規。其實大家見到許遠衡咧，就可以俾我哋香港嘅中意打籃球嘅朋友呢一個好嘅示範。身形唔係好高，嗱你見到佢其實喺場裏邊咧，佢唔高嘅。咁但係你見佢嘅肌肉好健碩，即係話個體能訓練得好足夠，同埋佢嗰個球場嘅視野咧好好。即係佢雖然係矮，但係佢睇得好清楚，應該交邊度，點樣去。係，哇！呢球波你睇到佢好黑數啊！搶完個進攻籃板之後咧，就保護個籃球嘅時候搏到犯規。佢後生仔啊，夠 fit 啊！即係幾大都攬住個籃球，咁而成個背脊落地下咧都唔驚嘅。即係當一個球員好 fit 嘅時候咧，係冇問題嘅。係。咁啊，現場有個暫停啊，大家都咬住4分波嘅啫。今日我冇記錯嘅話，最大分差係8分嘅啫，只係啊。咁啊，即係顯示到其實雙方都係我覺得都各自有發揮得好嘅地方啊。好啦，慢鏡望一望呢一球嘅反擊。入樽係啦，一接一步嘅啫，其實唔多香港球員過往做到嘅呢件事啊！即係當然我哋大家都明白，你睇 NBA 容乜易啊呢啲嚇，好多球迷可能覺得喂入樽好輕騎啫嘛，或者我哋可能即係打機又好，或者即係睇開啲 NBA 嘅球員，但係大家要明白，其實喺尤其東亞啦，我覺得東亞嘅本土球員係喺高度上喺世界上嚟講呢，都係我哋相對輸蝕嘅地方。咁更何況香港只不過係一個城市啦嚇，即係你如果話中國內地就有14億人，始終高度上內地唔缺，但係對於香港嚟講，我哋就真係好缺有高度嘅球員啊嚇。所以楊博文呢，佢個潛質呢仲係未去到頂嘅，即係仲可以繼續咧係上。咁但係佢要好小心咧，就保護嗰個膝頭哥嘅傷患，因為見佢咧就喺啲2-3個月裏邊呢。嗰個膝頭哥連嘅拉筋膠布係多咗，咁應該咧就個勞損係多咗。嗱，到而家楊博文咧就攞12分啦，分數 OK 嘅，但係犯規次數咧就有3犯。咁而且阿賢佢個3犯當中有2犯呢，我哋話其實係唔需要嘅，即係可能伸一伸手出嚟啊，想縮與唔縮之間而犯規。咁呢啲係可以改善嘅。咁啊，比賽經驗的確佢需要時間啦嚇。咁但係你話天賦嚟講，頭先解釋咗啦。咁啊，佢係一個身體條件好唔錯嘅球員。咁啊，希望喺無論 U22嘅全運會嘅比賽裏邊啦，定還是我哋香港東方嘅籃球聯賽，即係甲1嘅聯賽裏邊啦，都希望佢有所進步啊。咁啊，前個禮拜咧就香港就全運會 U22 抽咗籤㗎啦。咁但係對手咧都唔容易打，係絕對唔容易打，因為阿朱 Sir 朱家勤咧佢總教練咧都講過，哇呢條籤唔容易打㗎。係盡力咯，我諗香港真係啊。不過開心嘅地方就係香港有主場之利，喺紅磡體育館打，大家唔好搞錯係啟德啊。啟德就攞嚟打手球嘅，如果全運會嘅角色裏邊啊。好，呢球波咧喺現場有個大聲嗌 travel 啊，走步，咁啊話梁少華，不過最終咧呢球方啱唔入，俾到球證冇吹。好啦，9秒進攻時間，分過嚟黃永德，分過嚟周仁堅，守聯防啊香港東方，搏唔到犯規之後，好啦，少華焗住 step back 抌埋去啦，中框，24秒都進攻為例啦。如果呢球東方攞唔到，好啦，咁香港東方嘅進攻咪有咧就係改咗2號球衣嘅就係阿蘇利文，咁啊頂翻出去外邊啊，咁啊12號嗰隻林文琪啊。好，籃板執到，對方回防都幾快嘅，一個撈碌揈翻去咧就係 corner three。哎呀，失平衡之際，好呢球陳曉峰就被吹走步為例，佢就話對方喺後邊擁佢，咁啊。大家都少少論盡啦嚇，蘇利文又跌落地，咁啊臨走步前就掉翻個波俾對手咁樣。即係頭先係有個身體碰撞嘅一個籃板，但係球證覺得一個合法嘅身體碰撞。咁而陳曉峰自己咧，因為個步咧企唔穩咧，而係走步。好啦，哇！好簡單喺個頂度猜左傳右傳，左傳右傳咁樣，傳咗個空位出嚟俾邵榮3分波搞掂啊！咁啊，而家見到香港東方咧，就呢節咧就反超前，去到58比57㗎啦。好，咁啊，中間咧就有陳曉峰嘅掟翻出去咧，俾阿少華。咁啊，第一時間散翻出嚟迎住佢。
啊，fit起晒㗎啦，爭啲咁多啊！哎呀，慘啊！呢球波基拔同阿楊博文，大家冇乜溝通嘅情況下啦。咁啊，呢球波有啲失誤啊，香港東方。咁啊，而基拔啱啱睇個手部動作係向球證咧就投訴，邵華咧就批爭啊。好啦，咁啊，哇！突然之間我覺得好似多咗嘢睇喎嚇，多咗小動作睇喎。OK， 天賜3分唔入，基拔攞翻防守籃板。呢一節冇咗個湯馬士喺度啦，我哋見到成支永倫嘅球隊咧係唔同晒，係跌晒鑊嘅命中率。係啊，就係一個球員影響好大，哇！有機會上嚟攞到，後邊蘇利文食塵啦，繼續虛埋，俾到後邊，哎呀，時間夠咗啦。同樣咁啊，呢個入球就無效嘅。係。咁但係睇翻個比數咧，係香港東方啊，咁啊喺尾段咧咁樣咧係反超前成功喎呢一節啊。58-57，香港東方咧就係由打完上半場落後5分，到而家係反超前1分。咁即係話呢一節第3節裏邊咧，趁住對方嘅湯馬士咧比較少在陣啦，就係